有智慧，讲台语，提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分队。婚姻囡仔智慧来，抢答题真厉害。哦厉害真厉害真厉害！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金队。真的假的，你莫后白讲，阮是真的。哦，阮是真的。真的来，即摆两队车就你台。驾，谢你。头行，头行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哦。来哦是阮家己报名的哦，观众朋友吗？赞。来，队长大声讲你的名，叫3万名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玉晴。有请。哇，对，家己报名的。哎，对，是恁定看阮节目，哎，有咧看，有趣味无？哎，足趣味的。哦，等下胜利的感觉更较趣味，真正的真刺激哦嘿嘿嘿。是好，来，即摆介绍你的队友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奇。新奇，欢迎你。欢迎。好，来，搁扫入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嘉。安家，哎，好，来欢迎，搁扫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如。欢迎您呢，欢哈，感谢带好啊佚佗一了吼，把100万摕到登去。阿姊头先问者，来因是什么人报名的？应该是队长啦，队长发起的吼。嘿，对，哦，是赞哦伊。当做个队长当然嘛是家己报名的，是。无敢要是学生啊报名。哎，不可能有道理呢吼。对唔对？对。是啊。好，来恁那边看上报名来佚佗的，来介绍落去。哎，欢迎咱这个队长蔡志。哦，我是无啥敢确定你报名的嘛。就是来胜，啊，又来算来学台语，这种心态就对啊啦。因为平常时啊，较想影因绝对拢唔捌讲过什么台语应。该较少啦吼。哦，对对。好，来你自我介绍好不好？请。好，大家好，阮是 Vera，阮是 Vera 的蔡丁，丁，对，蔡丁。蔡丁，是我是 Vera 的兰德，兰哦，老嘿，伊弟。叫林茶。嘿啦，那是啉茶啦，你是拿茶啦。拿德，是好，来跟上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夏文。下文，下文袂歹哦。嘿啊，这有讲了真顺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跟上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 Vera 的评委，真正是介高级。少年啊，你看同齐来节目啊，看起来咱足好乐的，是偌好啊，大家同齐来学习。对啊，啊。等下免惊，讲了唔对，啥拢不要紧，拢尽量讲。嘿，尽量。好，好，来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讲老师。来，抱歉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会晓讲台语，互你知天文，捌地理，知识丰富，无得比哦。哎，无对比。这嘛是共款啦，咱只要知识丰富，吼，台语的知识，咱出去甲人讲话比拼的时阵，是啊咱就袂输啊，袂输啊是，好来，今日要摕100万，真简单，嘛是无简单，因为真简单就是伊即马伫我边啊，对，你目睭看的就是无简100万。单的就是咱来拼几关，拼3关呢。 3关。好来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是的啥会叫心事咧？哦，比如讲吼，甲恁上我的嗯，笔记型电脑，哦，台语变怎讲？手提电脑，啊，有人讲笔记电脑啊，啊，笔记电脑、哎手电脑，，嘛有随身电脑，嘿，啊，阮这两个心事的拢对，拢是对的。嘿，啊，只是要互恁要看打一个是较侪人伫讲的哦。都一个较侪人选。对，好来，要落啥？啊，分数咧，哦，咱这回啊，拢中3题， 3题那拢要着上侪得着6000哦。 6000哦。好，欢迎恁今日甲6000先提起来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折叠伞的台语
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折叠伞，折叠伞，美秀这边是系伞。系伞，嘿，就跟咱系衫啊共款，哇，折叠就是通啊拗起来嘛，有影咧，是毋是拢啊？你就跟咱系衫啊，你一片一片甲拗起来，甲 QQ 拗甲缩起来就变一个安尼，跟咱雨伞。所以我会较简单，我会照看伊安尼这个型，嘿去讲的叫系伞，嘿系衫的系伞。那我会叫便雨伞。便雨伞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较轻便嘛。以前吼，你迄个糖厂的车做轻便车，因为较方便、较细台。啊，这雨伞就较细支、较方便，所以叫做便雨伞。你的嘛真有道理。对啊。所以咱两个拢是有人拢有人讲的，拢有人讲，阮两个拢是对的哦。到底是搭一个较侪人在讲哦。好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来哦，收一个哦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来，哦，哎呦，风险甲分开就好啊啦吼。来，我先问阮这边咧，因为落雨的时阵，然后方便，然后安尼直接翻，应该就是便雨伞。便雨伞，便雨伞，便雨伞。我嘛是感觉便雨伞袂歹，而且较好听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少年的安怎讲吼，来，少年的。我是感觉系伞的原因是因为便于那个便雨伞，哦，就是因为题目是说折叠雨伞，嘿，对，所以便雨伞就是会较无折叠的感觉，还是折哦，有问题咧，甲底啦，嘿啦，都是尴尬是折，我感觉系伞嘿，计算生动哦，靠画面啊，较有迄个感觉，哎，迄是穿哦，它是折，哦，一节啊，嘿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啦。伊表现甲足真的呢，有迄表情，有哦，咱有感受到迄个画面哦，吼，真正正确的答案是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系伞。哇，袂歹，这份风险啊不分开啊，嘛是有分数。好来，咱分价，恭喜得到1000，来咱金价咧，好嘛，有2000哦，哦，袂歹袂歹。系伞两字较感性啦，是较感性，你讲起吼，迄个对大家较好记吼，所以这个伊得到55.5%吼，啊，这个便雨伞其实嘛是有意思啦，因为安那你会当放到你的袋啊，放到你的牌内底要扎呐，较利便嘛，啊，所以便雨伞其实嘛是有44.5%的人选，其实两个这个答案拢袂歹啦。第二题啊哦，哦，袂歹，骹手真紧哦。老师，咱请出题，请问火网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火网，活在网络里，嘿啊，哦，原来就嘛是共款，简称啦，嘿啊，干性安尼吼，火网，美秀这边是浸网，哦，嘿。活在那边嘛，就浸在内底嘛。哦，规个人浸在内底，浸在网络内底啊。咱讲的沉迷嘛，浸在内底。啊，网络，吼是爱讲网络，袂当讲网络，网络。所以讲我浸在内底叫浸网。浸网。嘿，我简单就甲直接甲翻过来就好啊。是，安那你边咧？我这边的讲法叫做眼网。哦，眼网为什么叫做眼？眼就是瘾呐。系啊，瘾啊。我已经对网络成瘾，我已经吼对这网络，我已经感觉足瘾的。不管是拢一直想要看，安尼你会较严重。我这就是淡薄仔爱看医生。是，你会真正有影较严重。不过啦，真正有影咧就唔安尼哦。吼，算就好啊啦，是。万项代志拄啊好就好。无唔对啊好，来，即嘛是我的浸网较侪人伫讲。啊是我已经咧瘾啊，瘾网较对咧。哦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哦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来，即摆我这边甲风险分开啊！吼，来，阮看阮这边咧，玉琴，因为我感觉是伊若活咧迄个网络的世界，网络顶面，嘿，就是伊若浸在水内底，安拢袂起来安尼。好，来，咱这边的，题目是讲火网嘛，火网，啊，但是引网是
因为感觉不是哦，伊的意思讲剑网有较无好的意思。剑网，嘿，啊，剑网无迄个无好的意思，较火网较哇。对，你讲。啊，剑搁通啊背起来对啦。对，啊，剑感觉就已经破病啊。哦，对吧？看医生啊。对。是诶，袂歹哦。对啊。这听少年人讲上好啊。哦，来，我咱这边诶。这就是老伙仔嘛，剑。啊，毋过阮感觉你讲迄个就是歹的意思。歹的意思。啊，毋过我讲，我对你想，我对你。对你上瘾，上瘾，我对你上瘾，是哦，好的意思啊。哦，诶，嘛对呢。难说哦。and 我感觉见听起来够有口气的感哦，觉。靠口气啦。哦后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老师听无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眼盲。哎呦！后来分数。恭喜你了1000咯！有侪人来讲啥，网啊咧行的路拢讲网路唔对，吼，咱来网路。啊，伊可能头前的变调是一个假降音，就变网。啊，若可能后壁是本调，本调伊这是一个中平音，吼，就是咱台语讲第七调啦。啊，第七调这是华语无的，所以侪人拢发袂好势吼。迄度咱来讲进网，敢若眼盲对，嘿，好，好，啊，我来讲内底的迄个是安怎是眼盲较济吼。其实这眼是台语足水的一个词，就是上瘾嘛。你看迄若薰食条咧，无食足艰苦的，伊会眼啥？眼昏嘛。啊，若爱啉酒的，若一时啊无啉酒，伊嘛会安那会眼酒呢？吼，所以这个眼盲，其实你看你一时啊无上网，你就安那，就足艰苦嘛。吼，所以这眼盲有56.6派人选。啊，这进网其实嘛是有意思啦，就是安那不时的进入网络，哎，嘛是会通。这个是43.4派人选。好，来，咱拼输赢就是第3题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直排轮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直排轮。哦，来，美秀这边是连哪下？来哪会？有哦，4个连啊排一排，嘿，伊就是靠连啊，才通出的嘛。嘿，是，我感觉直排轮，迄个轮就是这个连啊，就连哪下。我简单讲就是连哪下。是。啊，那阿雄，我这边的讲法做直抓链，直抓链，直排就是直抓嘛，直一排，直一抓。哦，轮子就是链，所以叫做直抓链。教理番就是安尼。来，互恁想看卖哦。好，来2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几遍。哦，搁变啊！嘿，搁变啊！换即摆换7遍，这边来甲迄落风险很贵啊。好，来，阮问一个来心机，因为伊是直的，直排，嘿，直排轮，直抓的嘛，嘿，直抓，所以我就跟一个直的。直抓哦，教理番啊，教理番。是，安家，你若去买这，你会安怎讲？我会讲连哪下，连哪下你一项，因为伊一个有4卡，4个连哪，所以爱强调连哪下。哦，好，来换这边。就是我小时候，细汉，我就想被就想要嘿，哦，这连哪？直排轮。我的阿嬷、阿公讲。轮哦，你是被还是啊？就啪，我说哇，安尼就袂当啊啦，你卖去学这个啦，卖去学这啦，受伤就免了啊。我感觉小朋友四个连啊，小朋友不一定是直的哦，伊感觉是4个连，无一定是直排啦，哦，就因为以前嘛是迄落啊，有4个边啊，有对啊哦。后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连哪下。拢有分数。以前这个溜冰的吼，伊是
头前2列，是后壁2列，嘿吼啊，即马即种直排轮啊，吼，咱这少年呢，英语较牛吼 ，inline skate。吼， Inline 啊，伊的链啊是安那白色安尼一条长蛇，是所以嘛有人讲直蛇链，所以其实因两个拢是有意思的，吼。啊，伊就可能就咱拄则咱的少年来讲的有无？对因来讲，链啊下较好讲，所以这有53.2%。吼，啊，咱的直蛇链，因为迄个直啊，迄是咱台语的入声较歹讲，吼，所以这个是46.8%。来，即马今日看咱的分数，咱看咱的分队，分队即嘛有2000，啊那咱的金队咧，有5000哦。哦，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 AI 4公机。4公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对，咱等下就要去看过去啊没，错因为相片以前袂叮当，伊即马会叮当，因为 AI 即马足厉害对啊。啊，要看啥货咧？哦，有可能是过去的活动，譬如讲庙会啦，还是菜市啊啦，嘛有可能是啥物所在，譬如讲啥物桥啦，还是譬如讲总统府，无一定，拢是咱生活内底翕落来的相片。好，来，我即马要讲啊嘿啊，阮头先会互你提示，好啊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紧点吹哦。好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，是，刷来要带恁来看的吼，是一种过去的手艺。手艺哦，嗯好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啊，这即马树林遐有，即马还有哦，这，哦，内底迄应该是阿祖的阿祖对吧？阿祖啊，哦，即马这画面嘛，真正无人有安尼，对啊，吼，这种古早行业。哎嘛有啦，少啊，拄有看到哦，吼！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带恁来看来佚佗的时候，咱查某人爱水拢会去互人修理伊的迄个面呐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像头拄安尼架线咧安尼，这个手艺叫做什么呢？哦，加线迄这手艺叫做虾米哦？啊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哦，来厉害！好，满面，满面，嘿，你捌看过？我有去挽过，你有去捌过？会听无？会足疼。是，伊嘛有你嘛有去捌过？来台北吗？对，哦，树林呀？中正路呀，对，甲我的朋友去耍，然后去互满面，对哎，啊，你当阵知这叫做满面无？知，你知影哟？对，会听无？嘿，足疼的，就这，真正会足疼。满的喙喙喙手足疼的，你甲伊摸挽起来啊，对啊足疼。不过这种技术，这是真正是正港的技术。对啊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满面。来，老师满面对唔对？好，恭喜！现在的查某人若爱水，无就像咱即摆啦，咱即摆美容医学就发达嘛吼，会去啥？有人去做镭射啦，也是去做电波啦吼，所以伊来啦去找人挽面，啊，甲这面的啥物抠门啊、汗毛吼，甲挽好清气，安尼安那抹粉。才会掉粉啦吼，啊，这张相片是伫这个台南的下营翕的哦，哦，迄是我的故乡啦吼，啊，有一个阿伯啊，双手提线，你看伊喙齿加流无？再甲另外一个阿伯啊挽面，哎，袂歹，即马平啊哦。白手啊哦，哦，好，后一个就爱刺激啊更加刺激的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咱先请提示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，刷落来要带恁来去溪仔边佚佗咯，这是一条溪。一条 K 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哦，公车。哦，哇，行迄个便桥啦。对。哇，好，来，上个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刷落来带恁来看的吼，是一个古早，伫咧咱迄个台东迄边，吼。台东。伊进前吼，即个桥，即个溪顶悬捌起一个桥真大。哦。嘿，啊，咱即马要问的是台东即个
大 K 叫什么名咧？哦，会记得哦，台东哦，大是什么 K 哦大 K 哦？嗯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先三个讲。先唱啊，请哦，请手答爱搁一摆。嘿啦好，不要紧来，你先讲。台东台东有什么溪？我先说，我只是想要争取一点分数。好，浊水溪。好，来老师，浊水溪对唔对？迄条 K 无伫遐。好来 B 南 K 吗诶，袂歹，你搁念一解。 ？B 南B 南 B 南南 K K 嘛，嘿，B 南你叫会翻就好。 B 南 K， B 南 K， 嘿，好，来老师 B 南 K 对唔对？哦，恭喜！这条 K 就是台东的碧南 K，啊，等于相片有看到这 K 顶有一条桥无？哦，这就是日本时代就起的这啥台东大桥，啊，伊的长度有490公尺长，苏当时是东亚上长的这歪亚索的吊桥，歪亚索就是钢索啦，钢索，嘿吼，钢索的吊桥，吼，啊，遮有山有水，啊，景致真水，啊，迄时阵哦，佫是啥？台东的八景之一啦。好，来咱今日哦，换人。好，来好，手更好好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提示。上来要带恁来去佚佗的所在吼，伊是有100年历史的工业工厂哦。 100年历史的工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，斟酌看哦，这是啥哦？吼，斟酌哦，应该看哦。哦，这个较明显啊哦。哇！带恁来佚佗的是1906年创立，是台湾为生产红壳的一个工厂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这是什么工厂？你话迄安尼，迄导游吗？哦，导游嘛袂歹哦。 台湾唯一咧生产红壳的工厂，这是什么工厂咧？上来要带恁来去佚佗的所在吼，伊是有100年历史的工业工厂哦。 100年历史的工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 哦，斟酌看哦，这是啥哦？吼，斟酌哦，应该看哦。哦，这个较明显啊哦。哇！这即马嘛是有，嘛是有。啊，有啊，有啊，规模佫真大哦。对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咱请出题。是带恁来佚佗的是1906年创立，是台湾为生产红壳的一个工厂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这是什么工厂？哦，是什么工厂哦？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你来念是咧，我直接，你等咧下的时阵，伊就入去啊。不要紧，你看你刚牛仔啦，无听到，伊会讲唔对。无一定会袂晓啊。先机会，来，好啦。欧雄工厂，哎，欧雄。回了。拄啊，迄安尼，迄导游吗？导游嘛袂歹哦。导游袂歹，你讲导游就可以啊，导游的工厂就对啊。嘿，你确定？嘿，好来，老师，导游工厂对唔对？导游就歹势咯。哎呀，你甲看，你有个足明显的啦。嘿来，你的是啥？你有答案无？嘿，请讲。我感觉是工厂是吗？嘿，什么工厂？我觉得是，我感觉是花莲酒厂呢，或是酒厂之类的。会使，你就讲出来。嘿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花莲。不用，免所在，嘿，迄是啥？就爱花莲呢。嘿，就爱。酒，嘿，工厂。嘿。 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好，好一点。
咱相片看到是这个手拿酒厂树林酒厂，伫对新北市哈。伊是日本时代1906年成立的，到今年哦2025年算看买几档啊？119年。恶搞119年的历史啊，是咱台湾上早成立的这个酒厂哈。这生产什么最有名？你知？红露酒，红露酒。你记这个红露酒属什么物件？红壳。红壳。哦，所以伊嘛是咱台湾唯一有咧生产红壳的酒厂。好，来，即马8000对8000，可不上尾就上尾一题。来哦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咱等下甲这摇起来好无？3000块拢摕到转哦。好，好，来哟。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接来要带你来看的是一种真烧热的活动。哦，真烧热的活动哦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这啥？哇！哦。哎呦，我知哦。拄啊看到真烧热的活动啦，吼。好，来手放好好哦。好，咱请出题。咱头拄来去的迄个所在是绿岛啦，而且是以早的绿岛。咱头拄看到是绿岛的海边吼，有人浸甲真爽快。你敢知？因是咧创啥？拄啊，遐个人咧创啥？你有感觉哦？系啊，伊有甲迄面巾哦，放喺头壳顶哦。放喺头壳顶哦。哇，这个画面是啥哦？好，来，咱请就答。哎呀，阿文。阿文，泡温泉。对啊，我是安尼感觉。老师泡温泉，泡温泉。好，互你对。比爱心，比爱心，紧嘞！来，分数我加落去。终于得到3000咯！泡温泉嘛，吼，你甲翻做泡温泉，迄是华语直接翻，咱台语较袂安尼讲。咱台语爱讲啥？洗温泉，洗温泉，还是讲我去浸温泉，还是浸风水，这三种，袂使直接我翻做洗温泉。是。袂使直接翻做泡温泉啦，讲唔对，好，我来解说内底这吼，绿岛吼，伊是一个啥？火山岛，伊规个岛吼有足侪只吼，伊拢有迄温泉安尼会闻出来，咱伫相片看到是个绿岛伊的这西北海岸，温泉闻出来的所在，伊是啥物？你有看到伊是啥？海水哦。海水油、海水温泉、海水温泉，好，绿岛的人就伫遐，你有看到安那开港，安那啦浸温泉，大家拢安尼喙笑目笑有无吼？看起来啦，足享受的。所以后回你若有去啥去绿岛的时阵，有一个迄个朝日温泉足有名的，当去甲浸看卖咧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看分数，看分队。分队即摆8000。咱金队咧。有11000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来有一个壳仔内面有一个问号，有8提示吧？是。好，来问号到底是啥？问号代表的是奖金。奖金，奖金少的是1000、3000，若多就是12000、15000。提示咱个念一下好无？客人、糖、精灵、里长、原住民族、花、大球。队长咱也袂晓，可能这15000块，若袂晓要安怎？咱今日救人哦，就是这个救人一条命尔。通啊，甲恁参详，甲队友参详，其他拢是队长伫回答的哦。好，搁有一个就是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胜算，先甲15000块算起来。加油加油！来，请。要大桥还是鸭？大桥。啦。来吼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，不要紧，1000个倒起来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伫咧2013年创造真侪观光的话题，你敢知影？倒一个县市利用红面
做伊的观光的吉祥物咧。好，来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知影啦。真正假？我咧。红面啊哦。红面啊。想一个，想一个。搭一个管子哦。来。倒一个。卖啦卖啦。倒一个啊，倒一个。倒一个管子。伊就我问伊。才情而已。哎，你就甲讲啊，你就告诉他。好啦好啦。花莲。好啦好啦，感谢感谢，你看交朋友啊，对无？好来，以后你的答案是花莲，花莲，咱来看下花莲对唔对？对吧？结果错吗？2013年吼，足侪人拢咧烧这个黄鸭，就是黄色小鸭啦吼。啊，这黄鸭伫咱的高雄、桃园、甲嘉南这3个县市哦，去斗闹这个人就800万人遐济哦，啊，互生理人啊啦，赚足侪钱的。所以过当年哦，这个2014年这花莲伊要办啥太平洋灯会，哎嘛想讲吼，伊嘛要甲因共款设计一款啥吉祥物啊，啥人来花莲吼，所以因感觉这个啥黄鸭吼，这荷兰人设计吼，啊，迄个是外国人。设计，啊，咧咱的安面鸭呐，较有本土味啦，所以就决定用这个安面鸭来推荐观光。所以呢，答案是咱的花莲，还是花莲拢会使。谢谢老师，哎，真正。哇，你没有漏气耶。对，无漏气哦。好，来换你哦，你要选多一个。糖哦，好，糖哦，来，咱来看糖的奖金有偌济。哇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间糖厂伫咧日本时代是东洋的第一大糖厂，是好买的糖厂，还是鲜花的糖厂呢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是好买还是鲜花？9000块。5、4、3、2。那个3。鲜花是好买，鲜花糖厂对唔对？咱台湾目前有咧做糖的吼，敢若剩2间尔，一间就是昆林的好买糖厂，啊一间就是台南的鲜花糖厂。啊，这个好买糖厂是日本时代1907年成立的，啊，伊拄成立一当年，哇，伊糖的产量就是咱全台湾上济。哇！啊，苏当时佫是啥？东洋第一大糖厂，啊嘛，因为安尼好买全有啥糖都的水名，所以咱的答案就是好买糖厂。哎，好来换你哦。我直接来哦，好，直接来哦。大桥，大桥，好来，咱来看下大桥的奖金有偌济？有7000哦，嘛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连接彰化甲云林的中山大桥，伫咧桥名内底沙，伊讲的是烘焙沙，还是沙乌地阿拉伯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应该是。这在地应该拢知吧？哦，好，我讲烘焙沙。哦，确定。嘿，等伊啊。对，烘焙沙。烘焙沙对唔对？对啊，哎呦，不要紧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中山大桥是1978年10月底起好的，啊是连接啥中华的溪州啊，甲含云有关系哦，加这个云林的西堤，吼啊，照讲应该爱处于一字啊，应该爱讲溪西大桥，安尼是毋是较合理？啊，是安尼要甲合作，甲地名完全无伫在这中山大桥咧。这个中就是咱中华民国，啊，这山就是生产足侪石油的沙乌地阿拉伯，吼啊，因为啊呐，迄当阵咱两国家有啥？佮有邦交，还有邦交啦，吼好啊，因着借咱啦偌侪钱，掩知？3000万的美金来起这条桥，啊，佮免利息。
吼，啊，咱的政府为着要表示咱对伊的啥感谢，所以咱就甲这条桥合作中山大桥，所以这个山是沙乌地阿拉伯。好来继续。确定，换你。真的。啊，搁10000的，12000的，啊，搁15000的。哇！哎呦，5个选3个，应该会选到过万的吧？会哦，哈。好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会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哎呦，52000啦！加油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什么所在种花面积上宽？人讲伊是花的故乡，请问是中华的参尾，还是花莲的玉里？救人哦！在，你感觉会有很多河，然后不知道感觉跟那个是灌溉啊什么的。但是花莲也很大呢。来，我们比出自己的答案。好，来。如第一个就是1，第二个就2。好来，3、2、1。两个中华，一个玉里，啊，你是？好。台湾花的故乡是伫倒位咧？请问台湾什么所在种花面积上宽？人讲伊是花的故乡，请问是中华的参尾，还是花莲的玉里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拢知啊啦。花莲人。是啊。好，然后看高速公路就知影啦。好，有转来。来，我感觉是中华还是花莲？花莲。啊，等一下啦，就他妈的，等我一个。好，等你一个。啊，救人好不？救人哦！会使。来，救人哦，伊使开讲啊啦。你嘛唔知影是无？咱这条讨论一下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因为感觉的花田、花田、花田是迄个金针花。哦，我较知影的金针花唔是台东。哦对。感觉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彰化感觉会有很多河，然后不知道感觉跟那个是灌溉啊什么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花莲也很大呢。金针花。所以来，我们比出自己的答案。好，如第一个就是1，第二个就2。好来，3、2、1。Oh my god！ 好，问你旁边的。好，你尴尬。是时候要帮我们了。你也唔知影。哦哟，两个中华，一个玉里，啊，你是？你是玉里呀？中华哦。中华。中华。来，我来看一下哦，中华的参尾对唔对？中华的参尾是咱台湾上早种花，啊嘛是种上济花的所在哦。吼，啊大家较知影的是啥物？参尾的公路花园，是啊，田尾公路花园，吼，伊是1973年就有啊，啊是咱台湾上大的花园，这种植的面积有341公顷遐宽，341公顷哦，吼，爱敢若种啥物？敢若菊花就种200公顷啊！哇！逐冬哦，拢生产4000万支的菊花，外销去日本、香港，啊，这花品质、种类、数量，伫咱台湾拢是排头坎的。所以人拢讲伊是啥？花的故乡，爱记住咯，中华的参尾是咱花的故乡。来，这换你哦。4个内底有2个超过1万哦，嘿。里长好啊。里长哦，来，咱来看一下里长的奖金有偌济？真正有15000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这几档的选举，定定看到真少年的里长候选人。恁敢知影爱几岁才会使出来选里长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几岁哦？你通啊救人哦。系啊，你还袂好救人哦。你要救我，你要救我。救人哦。救人，来。应该是20几岁会使算啦。应该是20几。20几。可能是20。23吗？你问隔壁。是20左右之类的。我想一下，因为我会记得迄社会课
教过。有教过哦，今日甲你学到的，应该想出来。加油，加油！ 20几岁遐，真正20初啦，嘿，还是24，加油哦23岁。 23，好，快点，好，来咱看者哦，23岁对唔对？啊！来分数，恭喜啊，得到15000咯！哇，冰盘，冰盘，一地的冰盘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咱台湾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4条吼有规定，你若满23岁，伊才会当登记做公职人员的候选人。哦。啊，你若要选县市长，就要较侪岁，爱30岁吼。啊，若要选乡镇市长，就要满26岁。啊，这是因为啥？人的经验甲伊年纪是有关系，会影响到伊做决策的这个品质，才会安尼规定的。好，来换你哦。换你，够几万呢？够几万呢？来，够几万呢？金人吗？好啊，金人。金人好。哦，金人。来，咱来看者，金人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3000嘛袂歹哦。袂歹，加油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咱定定咧搓冰内底会当食到情人果，伊是倒一种果子做的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拢知影啦吼。哇，来，就主席呢，就主席呢。芒果酸呀，哦，酸呀，哦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，酸呀对唔对？ 好来，分数搁啊变过去，加3000哦，袂歹袂歹。咱常常在搓冰内底食到这个情人果，咱台语讲酸叶青啦。酸叶青。啊，这酸叶青一般是用来青青吼，啊袂9分钟土酸叶，吼啊落去做的，啊食起来呢酸甜啊酸甜，啊你啊迄个甲冷摕去冷冻有无吼？啊热人食起来冰冰凉凉，吼就好食。好食。对，相信足侪人都捌食过，吼，所以咱答案就是酸叶。 起码够有万几，够1万呢？够1万这内底是客人还是原住民？ Oh my god！ 一个敢1万，一个敢7000的块。哦，袂歹，分数拢真悬。困难。来看你的客人好啊。客人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客人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5000，袂袂歹袂歹。好来，另外一个就是咱1万。哦，请出题。请问客人伫咧什么时阵吼会穿足大只的猪啊举办新猪比赛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什么时阵？什么时阵？嘿，嘿，有一个节日。你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啊，时间要到，紧紧！拍呀拍！嘿嘿嘿嘿，客人，嘿，客人。一个节日，啊，若无看你讲几个嘛会使啦。恁敢有客人？无。无啊，这个较困难。哦，客家人吗？嘿，啊，我是的。我看你嘛唔知啊。我不是原住民啦，我是客家人。客家人。好啦，诶，有12月，今一个5月好啊。 5月，好来，5月对唔对？接近啊！好，来，这对因来讲可能较清楚啦，哈。好，来，咱台湾的这个民俗祭典真济，啊，毋过会举办这种新猪比赛的吼，较有名有2个啦，吼。一个是啥？是咱人的这个正月初6，什么叫咱人？就是农历啦。农历。好，第三甲清水祖师庙。 三峡的清水祖师庙，哈，遐办的这赛地公的比赛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咱农历的7月，哈，伫新竹的移民庙，遐有办一个移民节、移民季，哈，好。啊，这移民节呢是客人最重要的祭典。按赛地公是要感谢这啥移民爷一冬来的保庇，啊嘛祈求新的一年会当。 风调雨顺，啊，祭典结束的时阵哦，因个安那分福包，啊，可以讲分福，
吼，就是甲啥，甲这个猪肉分互亲情50，啊，互大家拢会当安那分享福气。哦，所以咱这条的答案吼，什么时阵就是义民节。谢谢老师。哎，袂歹哦，大家都搁知影哦，吼，来。换你哦，来看者原住民族哦，好，来咱看原住民族奖金偌济？1万，来哟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赛德克族，伊伫咧2008年政府承认的原住民族，伊原底是互人讲伊倒一族的。经过这么多年、这么久年的运动，才改名过来的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让我写，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啊？赛德克族，他是后来2008年才被承认。请问他是原本被归入哪一族？才被脱离出来？对，他被承认之前，他是被归成哪一族？哎呦，我有记得，但是我忘记他名字了啦。怎么办？那就算了。你有没有打电话？喂。是。我在干嘛？我来讲你主讲。好啊，怎样？来，你也是这样。都是族。会那个嘛，对不对？会纹面嘛？泰雅族。哦，怎样？泰雅族是吗？是吗？哎，伊讲了就标准泰雅族。泰雅族，泰雅，泰雅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。对吼，泰雅族对唔对？哎，伊袂歹哦，袂歹，伊有收到。好，来分数，恭喜加1万哦！咱台湾的原住民现主时是有16族，啊，这个西埃蝶就是赛德克族，哦，因家己拢有因家己的讲法啦，因是讲啊这西埃蝶。是第14族，哈，啊，这西蝶真特别哦，因伫1930年发动这个雾社事件、雾社事件，哈，勇敢甲日本人拼生死，啊，因主要是对南投的仁爱乡，啊，甲花莲的这个秀林、万盈、道溪这3个乡，按原底互人讲因是啥？台燕就是泰雅族，啊，因家己是讲因啦这台燕。好，啊，虽然呢，因甲台燕同款，拢有啥？恁拄仔讲纹面，就是侧面啦。侧面。啊，因有啥？出草。就是斩人头、砍人头这个哈。来，这种传统的文化，啊，毋过因的语言甲这台燕是无共的。啊，为着要追求啥？追求自我身份的认同，因才发动这个正名运动。经过9年的打拼，才伫2008年通过咱政府的认证。加做原住民族的第14族。哎，来，今日来看分数。是。好，来看阮分队。分队即摆有24000。哎，真悬哦。咱金队咧有36000。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起来咧，1秒大天机。1秒大千机，看图有俗语。对，等下有图，互恁看。吼，迄就是俗语内面咧图，迄就是俗语的意思。吼，啊，几个字，阮会先甲恁讲哦。吼，8个字、5个字，拢会先甲恁讲哦。啊，咱来一直讲，啊，饲着啊，伊就会停。我就停。啊，秒数就停喺遐。无错。来，咱即摆奖金偌济？咱即摆奖金有36000哦。36000就是36秒。哎，我看咱咧无够，佮添30秒变66秒，好无？哦，66秒哦，所以讲较紧的，看到就紧的讲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即摆看66哦。来，上位咱请出题，真侪人食饭9个字，猪，上位来，酒，瓦公。煮高蛙公汤，嘿，什么物件煮高蛙公汤？拢总36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紧
紧嚟讲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好来，咱即马看66个。嗯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请看。哦，有哦，有看到无？几个字？6个字。 6个字。好，来看2个查某人在讲话。嘿，赞，谢谢。啊，有看到伊哦，哎。啊哈哈，啊你指啥？嘿，指啥？来，互因看一下你的，看一下你的。来，提一下字者啦。好。一定讲人赞是啥物？甲别人安怎？哇，讲啊！俄罗斯大鸡，哦，健康。俄罗斯大鸡。对啊，就讲你足熬的，足熬的，啊，这种俄罗斯也大鸡啦。嘿，印度啊，底下讲赞。好来看秒数。我够39秒啦，袂歹啦。不过。 伤过拍算啊！我紧加油！他们咱搁想者哦。加油！哦，动者，脑筋动者哦。好，来第2题啊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请看。哦。几个？有几个？ 9个字，嘿。9个字，哇，大家你创啊？哎，几题？吃饭。哇，有几题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几个碗？公汤。嘿。几个碗？几个？嘿。猪。下回来。 猪高蛙公汤，嘿，什么物件？猪高蛙公汤，中啊咧白食，哇，你食你瓜牛，哎，什么的？餐的，嘿，几个餐的？高，一个，餐的猪高蛙公汤，健康，我胜利掉。啊，这怎么跟我们刚前打的不一样 ？Oh my god， 好难哦！一粒餐的猪高蛙公汤，迄是什么意思咧？啊，伊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因为咱物件干一丝丝，但是为了要应付，所以一直煮起来，但是到尾拢无味，拢无啊。就是安尼啦。来，咱即摆看无秒数啊。啊，嘛无啊。咱今日奖金无啊，不过恁通啊进入咱的比赛啊哦。 加油！无奖金，咱嘛爱来去颁奖。来颁奖！哎，无今日，哎，恭喜！今日无奖金，但是恁已经接近100万咯。对！加油！啊，等期爱好好练习哦。加油！啊，那复赛的迄落游戏会无共款哦。无共款哦。啊，不过嘛是在伊的意思哦。会搁较好算刺激哦。OK。等期爱好好练习。加油！好，啊，来阮这边的朋友，不要紧。 咱搁报名来参加，没错。咱后一季，咱通搁紧来报名，先报名先赢啦。哎，等阵先去讲哈。好，来，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啊，感谢咱辛苦的林淑琪林老师。专家吴智慧，到顶拼来去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。感谢。感谢，感谢，下回再过来。谢谢。感谢老师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队长，谢谢，好，继续过来。